內心嗰把尺，亞玲的故事。最近我喺度研究緊法律同罪惡。亞玲喺法律層面嚟講，絕對係一個奉公守法嘅好公民，但喺佢內心深處，卻藏住一股足以吞噬靈魂嘅惡意。鐵盔下的童年。亞玲嘅媽媽係一位退休法官，從小到大，媽媽就教佢絕對唔可以犯法。仲喺屋企訂立咗一大堆嚴苛嘅規矩，話係要將亞玲培養成一個守規矩嘅社會棟樑。喺媽媽嘅高壓統治下，亞玲食飯一定要準時，遲到1分鐘就冇得食，就算唔飽都要即刻收碗。平時唔准隨便出去玩，驚佢識埋啲壞朋友。隨住年紀增長，連起身時間、讀書壓力都要嚴格控管。對亞玲嚟講，打機原本係唯一舒緩壓力嘅方法。但就算打到幾夜，睡眠幾不足，朝早依然要準時起身接受媽媽嘅法律洗禮。唯一嘅燭光，相比之下，外祖父就慈祥得多。佢睇見亞玲食唔飽，會偷偷地買亞玲最愛嘅饅頭同叉燒俾佢，仲會叮囑千祈唔好俾你媽媽知啊。外祖父仲會帶亞玲去遊樂場盡情玩耍，嗰段時光係亞玲人生中最快樂嘅時刻。每次返到屋企，面對媽媽嘅審問，外祖父都會幫手講大話，話係帶亞玲去郵局辦事，希望教識佢點樣適應社會，學習獨立。亞玲聽住外祖父為咗自己講大話，內心總係充滿住複雜嘅情緒。爆發與崩壞，可惜好景不常，外祖父喺亞玲12歲嗰年過咗身。對於一個正值青春期嘅仔嚟講，呢個係毀滅性嘅打擊。唯一嘅溫暖熄滅咗，剩低嘅只有媽媽嘅強勢同冷酷。亞玲喺壓抑中度過咗極唔愉快嘅青春期，直到佢18歲生日嗰日，媽媽亦離開咗人世。多年嚟嘅不滿終於爆發。亞玲心諗，既然媽媽令我咁唔開心，我都要令其他人唔開心。憑住媽媽教佢嘅法律知識，亞玲鑽進法律啦，專做一啲星號唔違法，但極之邪惡星號嘅事。佢會喺賣旗嘅輪椅人士隔籬食煙，仲要懶口臭咁講：你生成咁，係咪報應啊？佢會故意指錯路俾問路嘅老人家，睇住對方行到筋疲力盡。佢仲試過喺搬屋公司卸貨嗰陣，故意將手機跌喺地，然後大聲尖叫嚇嗰啲工人，搞到人哋受傷。因為佢演技太好，個人都以為佢只係驚跌爛電話先大叫，完全奈佢唔何。命運的轉折。有一日，亞玲等紅綠燈嗰陣，睇住一個老人家被車撞倒。佢睇到個老人家手拎住嘅係曾經外祖父經常買給他最愛的食物饅頭和叉燒，懷着百感交織的心情注視着已經倒地的老人家，直到救護車到來接走老人，再慢慢目送救護車的離去，才漸漸地離開現場。後來佢經過醫院，見到嗰個老人嘅孫女正為咗醫療費愁眉不展。唔知係咪良心發現，亞玲竟然默默咁幫對方交咗全額費用，仲要不留姓名。幾個月後，公司叫亞玲去郵局辦手續。其實長咁大，亞玲從來未入過郵局，因為以前外公講嘅去郵局，其實都係帶佢去玩嘅藉口。最後的執法，就喺亞玲踏入郵局嗰一刻，一個持槍劫匪衝入嚟打劫。劫匪情緒激動，開始向無辜群眾開槍。對於一生守法嘅亞玲嚟講，呢種行為係絕對唔可以接受嘅。佢毫不猶豫地撲向劫匪，喺搏鬥中將對方殺死。呢一次，亞玲打破咗法律，但佢算唔算有罪？喺警察嚟到之前，佢處理咗最危急嘅情況，救咗好多人。佢明知殺人係犯法，但佢依然義無反顧咁去做。呢種行為，或者就係贖罪，或者就係良知。結語：每個人內心把尺，約束我哋嘅，從來都唔係嗰幾本法律書，更加唔係世俗嘅眼光。我哋每個人內心都有一把尺，係由我哋經歷過嘅因果同往事塑造出嚟。法律只不過係大家內心呢把尺嘅最大公因數。
我哋會用呢把尺嚟自律，但更多時候，我哋會不較意用自己把尺去衡量人哋。但係你要記得，每個人把尺其實都係唔一樣嘅。